生日快樂！1月26號發生嘅事係韓國天團 BLACKPINK 世界巡迴演唱會 Deadline 香港站一連3日喺呢個啟德體育園主場館舉行，然後香港係呢個巡演嘅最終一站，而今日1月26號就係最後一場演出。除咗呢個演唱會之外，好似喺啟德嗰度都特別設置咗一啲活動專區，等嚟睇呢個香港站嘅觀眾們可以有一系列嘅打卡場景、專屬體驗，仲有啲應援小物可以拎。唔知有冇聽過 BLACKPINK 嘅歌呢？雖然係韓團，但因為佢哋好出名，所以可能多多少少出街或者網上都會聽到過下咁樣。我比中意佢哋之前啲歌多啲，比起而家新歌或者佢哋啲成員 solo 嘅歌。1月26號，水瓶座嘅幸運顏色係紫色。比最舊嘅紫色嘢係呢個朋友送嘅 FF14 角色 Emeto Seruku 嘅一個水晶亞克力吊飾。其實呢，前年去東京旅行嘅時候都有特登去揾呢系列嘅水晶吊飾，又喺去秋葉原嘅時候又有揾啦，之後或者其他地方順路可能都特登揾一啲鋪頭睇有冇，但係呢，揾咗好多鋪頭都揾唔到，之後就嗰陣時都幾挫敗，有啲喺度諗，唔通真係冇定係單純俾唔識揾咁樣，但嗰陣時又真係實在唔知邊度可以買到。好在而家有朋友送咗一個之後就都開心翻少少，同埋都認清現實，決定網上揾代購算或者 online shop 啦算啦。今年想對 MK 人講嘅嘢係，今年我哋多數講嘢嘅時候好似都係拜拜環節，俾到你可能都變成咗嗰啲鍾意掛台聽台多啲，之後拜拜先出嚟講一聲嘅類型，或者可能而家都忙啲咁樣，始終睇咗咁多年，生活上唔同方面可能都會有啲變化咁樣。不過今年你就嚟睇比，所以比到開心，希望你喺每次睇比嘅時候都開心啦。最後再次祝你生日快樂，希望你除咗生日睇到呢條祝福短片會笑咗，每日都開開心心啦。拜拜。